大家文千万字，逐工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真侪人爱食臭豆腐，嘛有一寡外国朋友闻到味会惊，也毋过食到到地煞食一个条咧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做伙来看到，这个就是腐豆腐的腐，读好腐腐第7条。豆腐是一款黄豆仔做的食品，有豆腐皮、豆乳。因为豆腐会生水，嘛有一句话讲：济囝济新妇，济水济豆腐。另外，目前上界大型的海洋鱼啊，台湾讲是豆腐刷。一般是8公尺到15公尺长，若上长的有18公尺。另外，还有一个音读做腐，好腐第2条。像讲物件若是歹去败坏，咱讲是腐败，也阁有腐烂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2个词，拢是较现代词。头一个读做防腐剂，这是一款防止食米败坏、歹去的药剂。第2个词读做臭豆腐，这是一款料理，先用豆腐去生，再搁掺石花入伫甕仔。等到伊发酵了后有臭味，改号做是臭豆腐。因为口味真特别，一般用煎或者是用吹用卤的，是咱台湾出名的小食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2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臭豆腐是咱台湾夜市啊出名的小食面，名声烫四海，出名规世界。上界重要是咱台湾的臭豆腐是天然的料理，无掺防腐剂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腐，豆腐的腐，另外一个音读做腐，提供给观众朋友来参考。